民主連線趁住五一勞動節喺度喚醒大家嘅權利嘅爭取要喺大家手裏邊。我哋有3個要求，第一個要求係制定最低標準工資，係立法制定最低標準工資。第二，重新俾工會有集體談判權。第三，要立法使到不公平解僱成為非法嘅活動。3個都係保障打工仔嘅要求。喺香港大老闆話晒事嘅情況，呢3個要求係非常之合理。所以各位打工仔，不論你係體力勞動，不論你係腦力勞動，我哋社會民主連線呼籲你參加我哋嘅簽名運動，為你哋嘅合法權益爭取出一分力。